天开心，新作风。俗语哪讲哪有风？唔惊口口外歹讲，接连接溜着正当。来，咱来介绍今日的俗语，咱来请开心辣妹，来。哎呦，有够辣的！建功3钱，蒋新雷2钱。哎哦，你吼蒋新伟，敢会讲哦？我定定伫这庙口哦，伊个细汉的时阵，我就爱看布袋戏的啦。迄班吼，啊咧透风落雨吼，做风台大水，我也去庙口徛咧看布袋戏，你知影吼？看到真正有影吼，迄雨伞拢吹了了。也毋过呢，这建功佫有算钱的，啊蒋新雷有算钱的，我真正头一摆听。咱这鹿港吼有一个中医师啦，伊姓黄啦，哦，伊的医师偌高明咧，生理偌好咧，也毋过吼，这个中医师非常爱看这个布袋戏，甲你共款。伊吼拢爱看迄落这道咧，这个叫做火烧红莲寺啦。哦，所以有一天呢，啊，这个中药房啊，生意却无讲偌好啊，无啥人过来，无患者来哩，啊，这个中医师吼，啊，就全来坐喺金交椅，坐喺交椅都喺睇啊，都喺哪咧想，咧想讲，哦，这个兔剑功甲这个拍蒋新雷真好啊呢！拄我伫想这个特技的时候，哇，拄我一个查某囡仔，超17、18岁来啦，来讲要互赞美啦。嘿，这黄中医咧赞美讲啊，目睭加加哪赞美啊？你敢知影伊虽然讲吼，手咧赞美，心肝咧想啥？心肝咧想火烧红莲寺的戏吧的剧情咧练功啦。啊，这个查某囡仔，伊一个看讲，啊，这神啊那样的公主就甲问讲，啊是好啊，无讲好啊，啊转来开一路药单，讲叫伊去药房哦去贴药啊。哦，结果吼，你敢知影这药单摕来吼，去后壁找迄个小师傅、小医师啦。这使哦，一个药单摕来看讲，哎呦，错一条。闹这落是物咧减工3钱，蒋新雷2钱，讲到底是啥物药单啦？啊，谁知这吼，这都黄中医师开的药单啊。对啊，伊开的药单写内面就写安尼啊，伊讲我减工3钱啊，啊，蒋新雷2钱，练功用的。练功用。所以讲今日天天开心啊，互咱的主题就是安尼，奉劝咱每一个人做代志的时阵啊，一定爱啊，咦，爱专心。